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台湾嘅陆洋发通也1-2年来发展啊10万件，陆洋期已经有1300人扎个月。中华民国陆洋协会按算，像去年呢，陆有200万人次去陆洋。不过，最难想象的是，按多人去陆洋，更加政府针对陆洋嘅相关法规，除了陆洋拖查、时尚态度有法破管。其他的像养体设立标准和各装批完全无规范，也无看到那些中央单位上去来管理嘅。喺前一阵未发生嘅一个火力爆炸意外，係發生喺大型陸洋區，也算土石流造成災害，而千萬人負責都唔低哦。陸洋講起來雖然係觀光業務，不過相關單位其實真蠻多，像農牧用地、山排地嘅管理、農民二級單位、觀光局有財條管呢。係唔暢快跨部會整合，等出事情都負唔出嚟。喺國家係咪有輸嘅？有啲嘅，你接近啲有差唔多2年嘅時間，2年嘅時間開始賺嘅，係都要爭結束。咁幾多時唔可以本人客嚟賺？要搶喺度有嗰啲嘢嗬，全部本人客賺到嘅。你也喺1天多來前，3項夜時節出的稿子，3季爭結束，要添準關鍵去收拍。以前就係專門種水果、種桃李嘅，桃李慢慢咧已經老化吼，就有啲空氣，就想講利用一空氣嚟種到草嘅，然後就本人客來體驗，就來露營，嚟體驗下呢一大自然嘅景觀啊，可能都看日出啊、雲海啊，還有風景啊。農業會是同2007年頒過一擺全國經典農業村選拍，苗栗太府嘅姜麻園係全國10大其中一類，因為搶頒過一擺姜麻園最一出係經典嘅農村代表，也特別係同太府同3年夾嘅關島山，開闢500到800公尺，對山東個寬廣下值都講唔得，要添準名氣，同20年前根本冇乜人而來山空了，一今年連大陸客都來嘅。山河民俗唔拉黑，就發展到邊界行嘅農地，也喺平地大概分班，今年頭爭天候水天，停定主要陸洋嘅茶水來，亦都有好陸洋嘅朋友年報人，主運停定準難咩，主托嘅洋地順行，還有地地當地嘅真理。因為我今年出張開啊，就張開時間咩冇想到講會有按多嘅客群啊，客源講按多人嚟陸洋。結果開落去後，都人客呢邊人客來都讓佢哋見識到啊！我啷做宣傳，冇想到一整日啷個宣傳落去哦，宣傳短短的1-2年時間，1-2年的時間，就慢慢就聽人客來聽，也目前已經聽到明年了。也並唔係唯一嘅，也國內簽署到分洋嘅前10站陸洋區，主要4站西總圖太府同3二3區也搭別，也洋體兼台3線，主頭鯉魚潭水庫等個，有5甲東岸發，長體主唱喺高爾夫球場供養，做得搭幾百檔嘅帳篷，頭擺也種太離嘅，江蘇鎮漸漸喺10年前落去買下來，本單準備退休而提下高二咧，有朋友建議佢將整理做陸洋場。到禮拜2日開放，對去年其實佢就冇辦法行過日嘞。剛開始是生意真的不好，是慢慢我就每年都有成長。可是最近的露營也真的很多，去年的露營客人是真的是很多暴增。現在好像是只要開露營都有客人了。那這種旅遊可以以全家的方式來出遊，而且它的相關的費用也比較低，而且能夠接近大自然，然後它自由度比較高，所以這方面呢，目前呢，就是露營野餐這一塊呢，都比較受到我們國內外一些遊客的喜歡。其實外國對這一塊早就很興盛，他們甚至用所謂的那個叫露營車在走了。那台灣這一塊露營車呢，也才剛剛起步。照統計，也全台灣大概有1322隻陸洋區，青島係南投縣、新竹縣同苗栗縣。苗栗幾廿年來，前後青少有漸漸嘅200隻陸洋區開幕，洋體見來見到，縣政府認為，現時中央並無相關法律，沒冇主管嘅機關，到時節係講有公共安全，也社會糾紛，還要政府來負責。那全台大概有1000到1200個露營區，大大小小的，有的幾個帳篷，有的帳篷會比較帳篷數比較多一點。
但是呢，在这露营区这一块的管理呢，却没有一个主管机关，也没有相关的一个法律来规范。它是农牧用地或是保护用地，它根本就不得去盖任何建筑物。好，这个是因为法律上已经禁止它去盖了嘛。但是现在变成说露营的人口突然暴增，那相对的呢，露营空间不够，那民间业者来讲有利可图，我为什么不做？做迄做台府的露营业者，单单喺采天嘅，当从事水土保持，将强树证维度安全，还唔准人客起火，漳州家下还是马唔准属养体规定嘅人客。强马县社区喺提出水保计划，想要做污糟水处理，永久利用。天发中吼，我要老人客讲，人客讲，我哋做唔得用负担，有啲人来咧吼，佢很用，我当场就要去发表，我就不客气，我说我已经在电话中让你讲过了哈，你还安用人哈，让你当无尊重场地，你也不尊重你自己啊。会延续到下一台，因为也还没处理好了吼，会危害到整个水源的问题。所以我就由水保局提出安尼计划，然后也沙起一只聚落吼，做一只污水处理，然后也聚落的水接到山桥做一只看样来净化过的，然后净化过的之后，一只污水处理做分也农民来做灌溉用。好吗？好，好起来。来，再来！露营车北固落去营区，天天车污糟水排放管。台北市华中露营区係全國唯一合乎國際標準嘅場地，還有專門嘅污糟水處理廠。現是委託中華民國露營協會經營管理。佢到看一2-3年來，營區發展案件輕重要原因係一啲平平嘅農牧用地，對整體都欠好水田，唔是100萬元。不過民宿請起一隻間房，就差唔多100萬元。既然農牧用地轉做露營區無法定可管，還做得做2日、2、5日當算的貨。一個房間我才收2000塊，我扣除掉整理的成本、管銷成本什麼的，搞不好我毛利剩1000塊。那因為我還要攤提我這個投資的這個50萬到200萬的這個建築物，那我露營場呢，我一塊空地，面積呢搞不好跟民宿的那個蓋的面積大小一樣，我可以收個800、1000。但是我没有什么高额的成本嘛。虽然在那个徽都市土地农局使用的一个那个容许使用的细目的一个目的是主管机关的表列里面呢，它的第17项有关于户外的游乐设施的第3项呢，露营野餐设施这一块呢，它是明定是教育机构来当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央在这一块呢，目前呢还迟迟未定案。現時頭交通部觀光區國家風景區、內政部營建署嘅國家公園、農委會林務局同水保局，還有教育部都有做得實露營區嘅講法。三某一隻單位現出嚟開指引，苗栗縣政府也做法批，自家先提出園內嘅潛勢管理辦法。那這個並不表示說露營野餐設施這個場所呢，未來的目的主管機關是我文管局，我只不過是因為站在所謂的觀光旅遊跟遊客的消費安全跟權益保障這部分的話，我們暫且先由我們來做這方面的召集而已。那這最終還要看中央的主管機關呢是誰以後再責成由誰來做。露營區有幾事項嘅，還做得對農地買賣來看，同5年前廣告單單係寫農牧地，也做係寫露營地買賣，也特別係新竹縣江石鄉，每全國露營區遷到嘅單一鄉鎮，味道管理鄉公所也當地嘅調查，全鄉選了幾多營地。那我們目前也是做到說去做調查，然後讓就是說了解一下我們轄區內大概有多少。那我們目前尖石鄉的話，大概目前有50多家了，50多家的露營業者。我們這裡的前山哈，第一個交通方便，路況也好，因為露營他們都要開車來，開太遠哦，山區，尤其是後山，它是比較陡哦，要上山比較困難啊。這邊交通安全好，
比较好，所以游客就相对的多了。光是我们尖石乡的新乐村，大概在今年会有30家左右的露营区。陈天宇的农地本来系3排田，顺放于田园的上行水，渐渐的一甲洞，做得达50栋帐篷，整体做露营区过后，一个礼拜2日就数会到5万元。也搭配江沙的前山地区，一个区落只有渐渐的30间露营区，迄讲江沙系露营之乡，新落就系露营之村。那我在尖石乡公所已经待了10几年了。那这5年来看就是我们露营方面的这些产业就大概就在这5年内慢慢的兴盛了。那可能有几个比较相关的那个条件那第一个就是说，那我们这个尖石的前山那离都会区是比较近的。曾文明10年前就将3排田转做露营区，其喺江沙新乐村清早开发的日子，也系博嘅行情快速整体，向康泰营区范围。今因为露营区越多，越始终越好，近2年新乐村就变做新乐园。露营越多，越更有这个那么多的客人来我们这个好地方，好山好水啊，所以我想还是可以啊。因为毕竟就是带动这边的一个繁荣啊。原则上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有关法令的部分呢，还是要中央或者是县政府以上的长官这上级长官能够来研议这一块就是露营业的这个部分。这是在民国69年、70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没有？我们就已经在推露营。68、69。对呀。民国你看68年也是更早了，有没有？我们的营地的选择条件有没有？我们都已经。上来你冇法要應該乜人來講咯？中華民國露營協會早到民國60年代就初鋪下《中華民國露營地設立標準草案》，未配合交通部嘅觀光局寫露營地實施手冊，也40年過去了，草案還係草案。對不對？在全世界而言，露營跟旅遊是綁在一塊的。會出來露營的人，基本上他是來旅遊。那當然，旅遊的形態很多種嘛，不管是靠山、靠海、靠西邊，它本身也是旅遊的一項嘛，對不對？那在全世界來講，這個都是歸旅遊系統在做管理規範。那你不能說光只針對國外民眾去做服務吧？其實這一塊如果有相關的消費糾紛或所謂的那個意外發生的話，我文管局我是不會躲的啦，因為總是遊客嘛。雖然他目前在相關的法規裡面規範是由教育單位來處理，但是縣府裡面總要有個單位先出來做處理的。苗栗縣等唔到中央立法，自家先來做，可能對按呢中國大陸發展較慢，唔過記得參考各國嘅法規，甚至係台灣40年前嘅版本。電腦圖上漲嘢，天出法年世界頭一個露營地管理嘅模法，講係國家標準。十勝良和數度邀請去中國，聽數幾下條天實行嘅細則。他們把露營地呢是分成3大部分來定國家標準。那現在先公布的這一塊是屬於他們叫做自駕遊房車營地的規範標準國標，好，這一塊他們已經先公布，就是我們台灣現在最夯的這一塊。就是這個屬於休閒露營、親子露營這一塊。更好玩的是，它這個休閒營地的標準是由他們中國的國家旅遊局頒布的。交通部觀光局唔肯出來，10勝良認為喺台灣嘅營地牽制單位太多嘅，比如講農牧用地、3排地管理，也超過一個2級單位觀光局嘅能力範圍。請根本嘅解決辦法係跨部會整合，希望等到出事情就負唔差咧。畢竟它是一個旅遊單位，它不是主管土地單位。那如果說今天來講，你今天要去主管這個露營區的話，那它牽扯到的相關的部會很多。那如果說以它的格局，它要去整合這些部會，確實也是蠻為難的。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是說，還是要有一個跨局處的單位來做整合。因為居然這個是未來不管國內外慢慢興盛的一種活動。其實露營
露营野餐是一种活动，到这种活动既然在国内慢慢的兴盛起来的话，那这一块的话，其实中央应该要赶快来制定相关的一些法规。也哈国内当年同阿岛有几百万人去露营，政府在因采基金发展沙摩天法律栏杆，唔但将地方政府冇辦法打碎，咩冇法度保護社會者。好露營嘅人做得歡喜贏只田白人，不過有關嘅露營法，沙槍做得見等等天講。